三部曲教你選擇中學補習，相信好多中學生一開始跟唔到課程都會考慮補習。不過市面上咁多選擇，點先揾到最啱自己？今日就用三部曲一步一步教你揀到最合適嘅補習方式。中學補習大致分三類，第一類大型名師補習社，特別係以考試技巧同埋名師作為賣點，有大量筆記，名師教學質素有市場口碑保證，價錢亦相對比較平。第二類私人補習，時間同地點彈性，導師1對1教學，不過因為冇大平台支持，教材比較有限，而且教師質素差異較大，可能要試多幾個先揾到啱嘅。第三類小組補習社，通常1對3至4個學生，導師可以因材施教，針對同學進度調整教學，並有大量練習操練，而且有專人跟進，如果有疑問可以即時問，學習效果更好。如果你非常自律，補習科目較多，預算有限，其實大型名師補習社就幾適合你，因為多資源，集中考試技巧，對於基礎能力較好嘅同學吸收會更容易，而且自律嘅同學可以花費更多時間重溫補習筆記內容，備戰考試就更加有信心。如果想針對個人嘅學習進度，例如追返落後咗嘅內容，或者挑戰更好嘅成績，建議可以試下選擇小組補習模式嘅補習社，因為可以針對個人嘅學習情況對課程作出調整，透過大量練習操練，補習老師可以從旁得知學生嘅弱項，而且可以即時指出問題並解答，令到學生可以短期內提升成績。最後，如果你平時真係太忙，又或者有朋友介紹信得過嘅私人補習導師，私人補習都係個唔錯嘅選擇。最重要嘅一步，記得親身去試堂啦！大部分補習社都有提供免費試堂，咁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唔同嘅教學模式，睇下啱唔啱自己。咁樣揀補習就唔怕走冤枉路啦！無論你選擇咩類型都好，記得最重要係了解自己需要，再慢慢揀，總會揾到適合自己嘅補習方法。溫書路上加油啊！